今日想帶大家參觀一個 YOHO X 390尺實用面積嘅新樓單位設計項目。客人想我哋喺今次嘅設計上面運用多啲藍色元素，所以我哋推薦咗地中海風呢一種設計風格俾客人。喺玄關同埋開放式廚房嘅地下，我哋運用咗藍白色嘅花磚，同時間我哋想整體感覺更加一致，所以我哋都更換咗單位原有開放式廚房櫥櫃嘅櫃門。因為客人係一對年輕夫婦，佢哋想喺設計上面有啲唔同，所以我哋喺設計客廳上面都用咗唔同嘅方法。一邊就用咗傳統嘅歐式花線牆身，另一邊就用咗新式嘅圓拱形箍筍特色牆。兩幅牆身都係用咗藍白色作為設計嘅主調，雖然元素唔同，但係擺埋一齊都唔會有違和感。書房同衣帽間，客人想我哋盡量可以用晒整間房嘅空間，所以我哋做咗少少間隔上面嘅改動，將門口改咗喺房嘅中間，令到整個房間運用上面會更好用。一邊可以放到大衣櫃，而另一邊亦都可以放到長書台。主人房方面，我哋用咗無主燈嘅設計概念，再加上天花同埋床頭嘅特色牆布，令到整體氛圍感更加柔和。另外，我哋用咗百葉趟窗去取代傳統嘅窗簾，令到整體嘅感覺更加與別不同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〜